我哋係2016年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嘅法律界候選人。過去4年喺現任行政長官嘅管治之下，香港嚴重撕裂。香港所有嘅權力呢，都係來自中央授權嘅，咁因此呢，行政長官嘅地位呢，確實係超然嘅。I described it as the clouds of a storm of unprecedented ferocity. 大陸仲出咗份一國兩制白皮書，話人大嘅決定係不可撼動，搞到法律界要發起黑衣靜默遊行。唔會話因為有咗白皮書，香港嘅司法獨立會受到任何絲毫負面或者不良嘅影響。14年8月31日頒布人大831框架，正式封殺香港真普選，最終引發一場歷時79日嘅雨傘運動。我只係個大學生，我唔要香港，我係一個為咗市民去發射催淚彈嘅城市。當然係失望痛心啦！我今日見證到嘅係我冇見過香港係咁。而家就係時候要由我哋保護返香港嘅未來。我哋實在唔想見到我哋一直捍衛嘅核心價值再進一步被削弱。嗱，我因為喺香港將一啲佢哋內地嘅禁詞帶上去或者係寄上去，大陸係違反咗佢哋嗰個原則。我作為5個人裏邊負擔最少嘅人都唔出聲，香港就冇得救。我同特區政府高度關注，尤其係梁頌恆同埋游蕙禎嘅宣誓，有需要嘅時候呢，係會採取跟進行動。特首咁樣嘅做法係嚴重破壞基本法底下嘅三權分立，亦都係完全唔尊重立法會嘅一個做法，亦都係將司法機關擺咗上台。我哋只會支持一個尊重同會維護法治嘅候選人。如果你仍然相信法治嘅重要同埋關心香港嘅未來，請投票支持我哋，成為代表你嘅法律界選委。